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我是钟意群阿群妹。问大家一张问题吼，讲到小丑，就系你客家话讲嘅阿厝。小丑大家会想到乜嘅？就会想到讲，马戏团底度啊，那个疯疯的屁股啊，做法拉比波的衫裤啊，韩国啲嘅表演特技啊 ，dead Q 的啊，阿群妹大家看到就知道，哇，目神就本意就睇，就是全部眼睛都注视在他的身上，非常的吸引人。不过啊，你节目当中，今日我来小姐一个问头当代小丑工作坊，亚群小丑这群阿厝吼，佢哋喺来散播欢乐、散播爱，还在带一点自我的提升，所以佢哋很用嘅一张工作坊。先来看一看样片。小丑啊，本人知道，有点好笑，有点可爱。不过喊卡多的嘿，有知道有黏黏的温暖么？今日来分享你节目当中今日的来宾，欢迎当代小丑工作坊的学员，欢迎志峰，欢迎。来，志峰，大家好。欢迎志峰，撒哈老黑你当代小丑工作坊的创办人，欢迎冠莹。Hello， 大家好，我是冠莹。两位真的是男帅女美，一位是学员，一位是创办人。那你们都曾经就是你知道，刚刚我们在影片上面看到的，大家就是脸画花花的，然后带着一个大大的红色鼻子。两位都曾经带着红鼻子走上街头过吗？对啊，哇！但是我觉得，这个当代小丑工作坊啊，跟我想象中的小丑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而且，你看哦，这些小丑跟那个表演马戏团的小丑，其实是真的跟我想象中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想要先请问一下冠莹，当代小丑工作坊。小丑工作坊我可以理解，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在前面加一个当代？因为其实当代小丑啊，它是融合传统的小丑，然后以及就是更多像是心灵探索的东西，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更像是一个就是透过小丑作为媒介，然后带给你去开发你自己内在的一些本质，包括你那些爱啊、幽默啊、快乐啊，遇见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玩的那种小孩的特质，以及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它就变成了当代小丑。那所以当代小丑它其实并不是
只是表演就是对，只是说就是变魔术啊，或者做杂耍，因为我们反而不会觉得说你今天来参加当代小丑，你今天就要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出者，没有。可是我更希望每一个人在你的生活中、职场中、家庭里、朋友里，成为那一个群体当中的当代小丑，成为你自己的当代小丑，就带大家在人生喜怒哀乐里面都发现最好玩、最有趣、最幽默的那一面。所以这其实是让大家不管在各行各业，你即使不是真正的小丑，但是你可以成为你生活中的小丑，对不对？也应该是说，其实这才是小丑的本质哦。小丑的本质，对，因为小丑的本质最重要的，即便你是一个演出者，你如果是一个小丑，老师常常告诉我们，你要在演出的时候让对方觉得有好像回到家的感觉，让他的笑是会心一笑的，而不是只是觉得哦你好搞笑哦，不是，而是让对方觉得，我觉得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像是别人拥抱了我生活当中的幽默，原来是别人拥抱了我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所以我更可以觉得我那时候释放的那一个笑。是真的对我的生命舒压的那件事情，才是做一个小丑演出者真正在做的事情。真的，所以所有东西都是道具，都是辅助的器材。刚刚说的，我们刚刚看到的样片啊，刚刚里面影片中有一个小丑，他拿了一个上班族的领带套在自己的身上，那就是我们训练师，那就是训练师。对，我就觉得，就像冠莹刚刚说的，生活中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的道具，对，没错，可以让人会心一笑。对，所以当代小丑工作坊，它其实不单枪黑一纯粹表演的一个工作坊，它其实算是让自我提升，让自己找到自己的价值的一个工作坊，带给所有的人、身边的人欢乐的一个工作坊。或甚至是其实让你自己真正觉得快乐，因为我们常常会讲说，一个氛围当中的快乐，其实重要的是你自己觉得快乐的时候，你的快乐就可以渲染给旁边的人，是给所有的人。对，可是而不是说我今天做一件事情，然后好像目的是为了想要逗你笑，它的那一个之间的差别是有一点不一样。对，真的，我看到冠莹，我就觉得你是太阳。对，就是你把我们大家身边的乌云都赶走了。对啊，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在里面都有一颗太阳和一颗月亮。对啊，可是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的太阳找到，知道在什么时候需要我这一颗太阳的话，我更可以把这些东西落实在真正我爱的人的身边。对，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当代小丑更重要，跟这个社会上更重要的价值。对，没错。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志峰好了，请问你找到太阳的过程？对，就是找到太阳，你知道怎么会想要接触到当代小丑工作坊？最一开始是4年前，然后我女朋友看到网络上的就是讯息，后来她就是一个说明会，然后我就陪她去，是当代小丑的说明会，对，他们第我们第1年的时候，第一场的说明会这样子，然后就是去听那个说明会之后，那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虽然还不太明确知道里面可能会做些什么。对，你确定它不是就是你知道一个确定没有学骑单车，确定没有吹火球，对。然后不过当时是我女朋友是很想，就是她想参加，那我就很鼓励她去参加。那我自己是比较2年后才参加，是因为我当时刚退伍找到工作，然后就是第一个工作才做1个月。不太敢请那个太长的假这样子。好，后来最大的让我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我女朋友当时是刚从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就是结束掉，然后她就是还在找下一份工作的期间。那在这个过程中，她每天参加工作坊回来，晚上回来跟我分享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她就有些可以就是讲得很开心，然后她眼睛就这样 bling bling 的，就是很有神，很有趣的感觉。然后跟他以前在就是事务所下班，就是很累啊，然后就是眼神死的状态不太一样。你居然这样讲啊？就是状态不太一样，然后就觉得就感觉很有趣，充满能量的。对，可是，在叙述内容的时候，又有点抽象，我觉得有些听不懂，因为就是他到底参加了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坊，怎么回来变了一个人，但是又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觉得好像某种神奇的宗教这样，没有啦，开玩笑，就是知道
我知道有些生命的经验就是要自己去经历过了，可以意会但不可以言传，所以我就很吸引我这一点，然后我就一直想着，那我也要去参加。对，只是到后来，反正就2年后我才参加这样子。对。所以太阳周的看到后，其实啦，这个当代小丑工作坊，13年去参加过后，可能做的本有动态的变化，就让他可能觉得平常的生活枯燥无味，但是一瞬间，他可能就觉得提到这件事情就眼睛一亮。鼓手上来这个当代小丑工作坊啊，其实用了改变13年呢，他的想法。他的观念，之后真的会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要同大家来分享。好，分享真多福喜乐的节目，我是做一群阿群妹，甲讲的当代小丑工作坊，其实就做的带步13年动态一个改变。鼓手啊，我们有动到问题上的来问好，上来呀动态小丑工作坊，其实今年也即将有课程要开始了，对不对？所以这课程总共有2场。对，可以先请冠莹跟大家讲一下这2场的名称跟它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吗？好的，其中的一个呢，它叫做肢体觉察工作坊，那是在明年的1月7号到11号。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内在小丑工作坊，那它的时间是14号到18号，都是在明年的1月，就是下个月。鼓手太嘎，给文业虽然我们第一段还听不太清楚到底在干嘛，但是我们现在来听听看创办人到底为什么会创办当代小丑工作坊？你怎么接触当代小丑工作坊？其实我当时会接触到，应该说小丑这件事情呢，是在是一个美美的女生，到底为什么会跟小丑扯上关系呢？对呀，我那时候20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都没带来，什么都带不走。那我念了这么多书，我做了这么多事情，然后呢？我出来之后，我上班，然后下班，上班下班。可是我希望我自己的生命可以，留在这个世界上一些什么东西。那到底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来？其实当时我就是抱着这样子的一个疑问，所以我就开始在网络上找寻很多不一样的资讯。所以我找到的并不只是小丑，我找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当然对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艺术的这个媒介。那于是我就看到了一个小丑的简章，那我印象很深刻。那小丑的简章里面说，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有着喜怒哀乐，都有着各种起起伏伏。可是如果你可以把你的生命玩得很有趣，何不呢？我就觉得很有趣，就这一句话很有趣，那我就要来去看看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于是我就这样子买了一张机票，单程机票，几乎把我的存款都花光光了，然后做了很多家庭的沟通，飞到了意大利去学这个工作坊。哇！然后那时候去到了之后，我才真正就是体认到，就是原来就是真正重要在生命当中的，恐怕不只是你在台上的那几分钟那些演出，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能遇见这么多的陌生人，然后给对方这么多的爱跟拥抱，那你到底有没有把这些事情实践到你真正的生活里面？你就是你自己生活当中那个最重要的演员，你最重要的那一个小丑，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把这一出剧演得够好？对，所以每一天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应该找到有趣这2个字，对不对？对啊，就算是很简单的东西，一个杯子，一个旁边的人，一段对话，它都可以就是变得很幽默、很好玩。只要你花一点点心思，或只要你打开了你自己脑袋里面的那个框架跟通道，你就知道怎么玩。真的，如果可以，做乜该挨到某啲成法当中，前面的分喜快乐的事情哦。鼓手啊，冠莹大老远飞到意大利，去上了这个小丑的工作坊，但是你也把意大利的老师带来了台湾。对，因为我后来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像我当年一样傻乎乎的勇气，或甚至像我当年一样，还有就是自己赚的一点点的存款。
所以我更希望就是真正在我生活当中的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他们的人生可以很好玩，他们人生可以很有趣。于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要发一张机票钱，然后飞到国外去，那何不我们所有的人一起把老师请过来台湾，不是更简单吗？对，所以就这一次跟过去的师资都是一样的，一直以来都是同一个老师，一直以来都是这个老师。他是谁？他叫做 Alessio Di Modica，好难念啊，他的全名好难念啊。对 ，Alessio 是一个非常，他就是一个真的把他的生命活得很好玩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你在上他的课，你学到更多的是包括他在课余时间在做的事情哦，就他随时随地在吃饭的时候，他就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他就很搞笑，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随便旁边吃个饭，你都可以觉得跟他在一起吃饭很好玩。好，然后甚至是工作坊当中，很多时候其实不只是课程本身，而是老师如何去带这个课程，让很多很简单的东西都变得非常的有趣。但是我觉得你讲得很清楚，我还是觉得很抽象。对，这个意大利的老师，大老远的来到了台湾，那要教授大家一些让自己快乐，让自己成为自己生活最乐观的那一个人，找到自己生活上最有趣的地方。但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找到？既然是上课，我想一定有课程表。那不管是你去上什么课啊，一定都是吧？烹饪课一定会有烹饪的课程表，几点到几点要干嘛，几点到几点要干嘛。那我想请问，当代小丑工作坊的课程表可不可以你知道摊开来跟大家说一下？对，没有。为什么你们竟然没有课程表？没有啊，因为每个人的幽默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一种天生的喜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就算你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你也会有一个天生的喜感。我可能没有喜感，但是我觉得我有美感。开玩笑，不会，你也很有喜感。就是每一个人的个性、讲话的速度，每个人做的事情。他的口头禅都是一种喜感，但是这个喜感是你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讲说，你一定要照着这样子讲话的 tempo 这样的速度，你才有办法有喜感。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你才有喜感。没有啊，你就从你生活当中很多的小细节，只要你稍微把它就是更有意识在，就是打破你自己的框架去做一些怎么形容啊？我也不知道就是去做一些事情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就是你这个人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让人家觉得很有趣。我觉得这是一种，好像是一种量身打造的感觉。每一个学员都有不一样的特质。那老师不安排课程表，是因为我要因为每一个学员去调整他适合的学习方向。是不是像这样子的？应该是，而且更重要的其实是老师像是一个引导的角色，就是我们其实说，就像老师他自己也说，他从来不觉得老师是一个他在教东西的人，没有，他只是在引导你发现你好玩的地方，就这样而已。所以你才是真正知道你哪里好玩的人，你才是知道你怎么玩你这个人生的人。因为我跟你相遇就这几秒钟，但是未来你的人生要怎么过？所以我觉得也很好奇的是，到底这个课程量身打造，让自己找到自己有趣的地方，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志峰，你去甲头白松口的经验，你知道有没有哪一些 TPA 的课场本的英雄董成？有一段印象最深的话，就是有一段我们是大家就在一个空间里，然后就是闭着眼睛，然后四处的随意的走动，闭着眼睛随意的走，好像有点危险。还好，就是然后后来那个 Alessio 就帮我们两个，就是接下来到一个时间就停下来，然后那你 Alessio 就把你跟附近的人就是配两个一对，然后接下来大家就面对面，然后眼睛就打开之后呢，就双方就是他请我们就是注视对方的眼睛，对，然后什么都不做。就只看对方的眼睛，然后这样一看就看了。你们很熟吗？就是你知道，有时候走一走可能没有就不一定，全部就是来自台湾世界各方，然后来参加这个工作坊的人们，就学员，然后大家彼此可能就是就相处这么几天，并不是非常的熟悉，是，对，然后就要这样子相视，是，然后就这样在看的过程中，那你。不知道多久，大概可能10分钟、15分钟，然后好久，对，就会有点会有很奇妙的感觉。可以眨眼睛吗？没有啦。当然可以，就是眼睛在看的时候，就会好像就已经在有一种对话的感觉。而且
会有那种感觉很特别，是我们从小到大，包含我们的父母，甚至是男女朋友，可能都不会就是只有眼睛注视这么久，然后什么都不做这样子，对。然后后来看，接下来就是会慢慢的再拉开，就是看了可能10分钟之后，再慢慢的双方的距离再拉开，拉开，然后但眼睛还是要一直盯着看。然后后来再一个动作下去之后，就是双方就是可以再靠近。对。那忽然在靠近的时候，就会很像我们离别了很久的那种感觉，就会很想要拥抱对方，很自然的就是拥抱对方这样子。对，那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你觉得这个相识的课程、相识的过程，让你学到了什么？一开始会去想说他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就是有时候一开始有点尴尬，对，一点点，然后刚开始就会有一种这种去想，对，后来慢慢的就会因为很久了，所以你会慢慢的就是放松，然后去感受当下的感觉，也不用多想什么，你就是去感觉它，然后很舒服、很自然的去看。那我觉得学到的就是说，抛开一些多余的，就是有些想法都是我们想来的，例如说尴尬，我觉得就是一种想来的。对，只要小朋友没在尴尬。对，例如说我不觉得尴尬，其实慢慢的我只要想着就没什么好尴尬的啊，那其实就慢慢就会放松，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去感受到更多对方到底就是真的去感受他这样的状态。对，而且其实像小丑啊，它最重要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眼睛看到才是真的，但其实不是，你全身感受到的那一个看才是真的。对方真正想讲什么，他真正想做什么，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害怕还是他觉得恐惧，还是他觉得他想要跟你玩，你都看不出来的。如果你用太多的脑袋去框架，我觉得现在好囧哦，我觉得好像不应该做。你马上就错失了可以玩的那个时刻，真的。就像小朋友，他今天他随便一个毛巾披上来，他就可以当超人了。没错。可是那个建构在于他脑子里面没有那个框架，对他并不觉得尴尬，并不觉得囧。对啊，而这些事情正是生命当中最好玩的东西。如果你真的发现，就是人生真的就走这么一遭，然后你最后真的也是你到底留下了什么东西。很多生活当中，你认为很纠结，脑子里面打不开的那个框架，打开，通通都变喜剧，都很好玩。我觉得我渐渐拼凑出当代小丑工作坊他们在做什么了，其实就是找回最真诚的自己，找回最原始的自己。但是有这么容易找回自己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要同大家来分享。好，分享真多福氣類嘅節目，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係當代小丑工作坊，其他都1年有2個課程。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請2位來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因為它會有2場的課程，2場的工作坊。對，那其實大家可以都參加，也可以擇一參加。其實這個上課的方式，其實我覺得是算很自由，對不對？但是這2場的名稱我覺得很特別，其中一個叫做肢體覺察工作坊。對，到底這個肢體覺察工作坊，聽名字好像也是寫得很清楚，但是我好像是聽得很模糊，所以我要來請冠瑩來跟大家解釋一下。好啊，肢體覺察工作坊呢，它其實應該是說2個工作坊合在一起才是一個當代小丑工作坊。那肢體覺察工作坊呢，它比較是透過就是你自己的去感知你的肢體，去發現你肢體有趣的地方，所以就像是就是很多的時候，我們其實不需要透過語言，我們透過肢體就可以跟對方建立關係。那這件事情，不管是在你當小丑的時候，或在你生活當中，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因為很多的時候，就是講再多勝過就是更少於就是你能夠用肢體去表達出來的東西。那在肢體覺察工作坊裡面，今年很特別的是，就是我們的老師呢，希望可以
开发就是每一个小丑的他们的小丑的独剧。好，听起来就觉得很难，不是要会自己演出的那个独剧对吗，但是这个没有，这个不是强制性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兴趣，希望可以开发自己的，就是今年以前我们都是以小组来去做演出，所以比较多是集体演出。那今年的这一个就只有今年，我们就想说，老师说他希望就是今年可以开发。就是小丑们各自的，但是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那来分享一个，就是我今天早上来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影片，对，它是也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小丑的独剧的演出者。然后呢，他整场的演出里面，他只讲一句话，叫做“再过4天就是圣诞节喽”，就这样。好，然后他就开始，再过4天就是圣诞节，再过4天就是圣诞节，然后他就做出很多，然后台下的人就一直笑，然后大家买票就为了听他讲这一句话。什么？很好玩吧？我没有办法想象。哎，我有把它分享在我们的粉丝页上面，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但就是其实小丑就是这样子，你在生活当中随便的一句话，如果你可以把它发现它就是如果你可以让你的肢体更自由的那一刻，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就是可以让自己很快乐，也让别人很快乐的人。对，所以这个肢体觉察工作坊里面还有一个独剧的课程，就等于说你要自己先想出一个表演，自己要克服自己心里的尴尬，用自己的肢体来表现一个5到10分钟的演出。大概5分钟左右。5分钟左右。但是其实就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或害怕，因为呢，就是如果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希望是一个人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最主要的课程还是都是集体的。比如说你跟你的伙伴之间的互动啊，我们有其中一个游戏呢，它就是你全程只能讲 yes 跟 no， 然后你就要用 yes 跟 no 演完里面出句。哈，但是很好笑，但是大家都只能讲 yes 跟 no， 对，没有人提问，不行，就算你要提问，你也说 yes。这样子，然后 no 之类的，然后你就这样，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我光听我都觉得很好笑。就是我说 yes， 然后他就说 no， 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关键就那个关系就建立出来了。对，所以你真的会发现，就是你平常看到很严肃的那些人，他可能是什么行销的主管啊什么，在那一刻都超好笑。对，讲到这个在开发的，对落差感，其实志峰也有一点落差感。你本身的工作是什么？我本身是财务顾问。财务顾问，天哪，超落差，落差好大，有理财资讯都可以询问，真的。所以你看啊，其实很多人他们本来的样子可能是非常严肃的，建立一个非常让大家觉得很难以亲近的形象，但是他们想要参加这个当代小丑工作坊，来改变自己。然后让自己更欢乐。我觉得它比较不像改变，它其实比较像真正的自己。哦，对，我们常常在职场里面，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自己认定，其实真的也不需要。我们自己的认定之下，我们会把自己框架出，我觉得我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professional 专业的形象。可是更多的时候是，你辛辛苦苦经历出来的这个框架，并不一定像你框架所想象的那么的严肃。你可以在你拥有的专业完全不失你的专业的方式之下，让你的东西变得很好玩、很有趣，让别人想要跟你在一起。就像今天我如果想要找志峰理财，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志峰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对，因为理财顾问这么多，对不对？我为什么我觉得我一定要找他，或者是我为什么觉得我要跟这个人合作？对，因为我跟他在一起快乐。对啊，我觉得好玩，我觉得有趣，同时你可以分享给我你的专业资讯。那这件事情就会让我的人生更有趣啦。听起来很冲突，但其实完全不冲突。对啊，对不对？就像我就喜欢我生活当中很多很有趣的人，这样我的生活才会有趣啊。对，所以另外一堂课叫做内在小丑工作坊。那内在小丑工作坊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课程？内在小丑比较多是探索人的情绪，因为想要做一个小丑。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能够感知人所有的情绪，原因是因为当你今天遇见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第一秒瞬间就知道现在这个人处在喜怒哀乐的哪一个情绪里面，或者是他现在渴望跟你做到多少程度的互动，你就没有办法跟他一起玩了，因为别人会觉得你很北吧？对，就是对啊，就是我知道你在干什么，然后所以
很重要的是，如果你要能觉察别人的情绪，第一件事情是你要能觉察自己的情绪。如果你连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我到底现在在生气，我到底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情绪，你何德何能够知道别人的情绪到底是什么？原来，所以内在小丑他就是在开发人的不是开发，应该说带你觉察，找出你自己的找出自己的情绪，所以才可以找到别人的情绪。这个是我觉得俺妹很懂批肤这些小丑的原因，因为其实小丑走在街头上，那像是一开始影片也有看到，当代小丑的所有学员走在街头上，包括老师。那街头上我相信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那有些人很热情，小朋友就是一定你跟他玩，他就是什么都愿意跟你玩。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些大人们，他们可能就会觉得你谁呀？对，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们走上街头，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大家给你们不同的反应，应该怎么做？因为学员他可能也在学习的过程。对，那我志峰好了，志峰跟大家分享，你自己也曾经走上街头，跟大家分享。对你走上街头跟遇到一些不同的人，遇到冷漠的人，或者遇到很热情的人，你该怎么样的去处理？首先就是其实大家的回应其实都很热情，因为是我们先给予我们的热情。例如说我们在街头游行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就是整体都跟大家很多商家嘛，我们跟他很热情的打招呼啊、挥手啊，或者是甚至过去适合的话可以跟他拥抱或什么的状态。那因为我们的热情都先给出去了，所以其实大多数的回应都是很开心、很有趣。他也觉得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游行的方式，对，然后就大部分的回应都很好玩嘛。然后当然也是有一些会有例如说像刚刚讲到的，就是他可能心情不好或什么的。那我记得那个训练师 Alex 有跟我们分享过说，如果他今天拒绝你任何的接触，他其实不是在拒绝我们，不是在拒绝你。他是在，他是拒绝他当下他的自己的状态，也就是说，他当下可能正在一个不开心，对不开心的状态，然后他不想要走出那个状态下，对，他不是在拒绝我们，那我们就会可以感觉到他的这种状态的情况，那我们可能就可以保持适当的距离，那就是对他当下最好的方式。对，不一定是一定要每个人都要很热情的回应我们才算成功，才算好这样子。但是大多数人都是非常热情回应的回应这群小丑。就例如说，那时候红绿灯。机车、汽车停在那边，当然我们有看红灯，红灯秒数很长啦，红灯秒数很长。然后那个例如说 Alessio 他就跑到机车后座空的嘛，就直接坐上去，然后大家也就这样跟你玩啊，然后他就很想，他也做事要骑走，要载走这样子，然后甚至那个汽车我们可能开门就2、3个、4个一直挤进去，然后他们也都那个驾驶那些也都跟我们玩得很开心这样。对，那其实真的最重要的是小丑，你一定要有你的觉察力。对，就是什么样的时间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而不让对方觉得你很白目或者你在干什么。所以这件事情就一样回归到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觉察的是别人现在可能他不想跟你做互动，不见得是因为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可能是别人他正在一个他不愿意跟对方打开心房的时刻。所以小丑真的是一门学问。对，那这门学问在1月即将与大家见面，所以赶快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上课的资讯。好，那其实就是所有上课的资讯呢，上我们的粉丝页叫当代小丑工作室，就可以找到了。那我们今年的1月是把国外的老师请来，那因为接下来老师其实也会比较忙，那未来能够来台湾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很肯定，所以就是我觉得明年1月的机会是还蛮难得。那7月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一起去老师的家，在意大利西西里培训。所以如果有想要的就是朋友们，就是7月就可以跟我们一起飞出国。对，没错，所以鼓手各位天使机条前的观众朋友，假使你对动态小丑有兴趣的话，欢迎扫描去请当代小丑工作室，对不对？所以今天非常谢谢2位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谢谢你们，谢谢。没什么讲，俾觀眾朋友嘅收看，顯示下田的運動欣賞做運動。